卫福部队今仔日开始试办假日轻急诊中心，就是讲，伫礼拜六、礼拜专门来治疗常常有紧急病痛，毋过毋是重大症头或者患者，希望讲会当来分散大病院急诊的负担。阿嬷透早带两个孙来到台北市联谊附设信义文金部报道，因为两个孙分别发喙齿痛甲巴肚痛，好佳在徛街附近有假日紧急诊中心，可以会当带孙来就医。方便很多啊，而且我们就住在附近。如果我们要去宗教急诊，还要坐车，有一点远。因为今年年初，国内各大病院出现急诊太热，民众医护拢真不满，所以卫福部健保署参考日本做法，为11月初2起，伫双北、桃园、台中等6都13个院所试办假日紧急诊中心，服务时间是礼拜二也是固定假日的早起8点到暗时12点，由基层诊所医师轮值，专门收治严重分类第3到5级轻症患者。为了解决民众在假日就医不用动不动就到大医院去，那么一方面也疏解一些急诊的压力，那同时呢，让民众可以在社区呢就近的就医。卫福部表示，假日轻急诊中心主要处理民众急也毋过无重的病，包括来自科系甲外科系，像发烧、呼吸道症状、胃肠道症状、简单空喙填合，甲小儿急性无爽快症状等5大类，也提供抽血、电工检查等检验项目。另外，也宣布明年115年春节假期有9日，病院甲西医基层各项诊测费、护理费等，会提供加成奖励，鼓励医疗院所伫春节期间提供医疗服务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